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美小美。自从出了这个苗秀系列的外套后，很多人都在催新款。毕竟现在秋冬了嘛，很多衣服啊，夏天可能能穿，现在秋冬还要讲究一点保暖性。出了那个蓝色、红色的这种新款以后，那我再给大家出一个最后的白色款。那今天这个白色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啊，上面的绣花是这种带一点点喜庆的这种比较亮色系的绣花，但是到时候做的时候呢，也会根据个人去进行个性化定制。然后呢，结合的这个纹路是格纹的，非常有一点现代感的这种格纹。我们这种是大版型，穿起来的话就比较显瘦显高，背后还有了一个简单的小腰带。因为这个外套呢是浅色系的，所以今天在配饰上我们会搭配上这个浅色系的这个银饰，然后呢做一个九妹的标志性造型，一起来变身时尚民族少女。See